我是秀小花，我是推动性公益。差不多100年前，为着共路，咱阿公对苗栗通路办道推动性工疗得所在，着去做共路的事业。种老友某因素以后，为着生活不得不改种向猫减的。伫推动性工疗得所在，100年以来，不管再种任何东西，拢袂建议过太鱼太乐。面对青岛的难题，每日拢是像健身的考验日。有人讲，毒气感是城中之王，不过毒气感冇好做，空平日侵略，铁走铁石拢袂得过，尤其是落水绕风采，损失生态。还有山东青岛迄位山主拢袂咧跳水，下日人会湿，喷雾咪会湿，所以当问题很之上，新的办法来解决。老皮到因为不管有得名无得名，只要用心去敬仰，毋好愧对一家，就下下一家心目中的第一名。